多谢众人来讲，在地人在地情，福林馆、嘉义馆、嘉义市、甲台南市4个县市共同举办的夏至艺术节，伫福林文管处隆重的开幕。现场邀请到在地艺术团队表演，甲其他3个县市艺术团体呢继续的演出。夏至这个艺术节将几百场这个戏剧、音乐、甲舞蹈等等精彩演出。 一年一摆夏至艺术节，伫咧6月24，伫咧云林文管处热烈开播。头一场表演是邀请到在地国乐团带来精彩演出，看得很开心，对，很热闹，然后还教大家一起跳舞，我觉得蛮好的。 今年夏至艺术节举办到第8年，由云林县政府来做举办，为6月24到9月23，2个月时间，伫咧4县市会有要100多场的戏剧、音乐和舞蹈精彩表演。那这一次的这个夏至艺术节呢，我们也有套票啊，这个套票呢就是会有75折。那另外呢，针对我们云林县的县民也会有85折的这个优惠。由4县市共同举办的夏至艺术节已经开始咯，有要100多场精彩演出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参与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